老师平啊安，哈啊观众哈，朋友真欢喜，佮看到大家，迄个应该是讲真欢喜看到老师吼，老师去什么州啊？去去什澳么州？洲啊，澳洲2礼拜哦，所以咱今仔有一个特别的什么特别的介绍，就是咱后壁即个讲做什么神殿的吼，所以咱逐个爱看甲后壁，较知影讲即个是安怎来看，为虾米咱会伫台语讲圣经的是讲即个庙吼？好，来哦，咱今仔要来问观众朋友。你敢知影即个任劳任怨吼，国语叫做任劳任怨，台语敢有啥物讲法吼？有啥物你知影诶？台甘愿湾话、做牛，毋惊无地通拖。是咱老师今仔日是迄个呢，5吼，5啊，月1号，5·1是劳动节，劳动节迄个因为吼，我昨昏较听讲，迄个美国人伊就讲，因诶劳动节吼，毋是5月1号呢，毋是今仔日呢。迄个是但是逐个国家以外吼，咱想拢是今仔日较济吼。所以阮，总是对，所以就是讲，我今仔日，我今仔我毋是啦，我无放着假，所以我无欢喜。剩诶人拢足欢喜，因为我诶工人嘛无来煮饭安尼，是安尼吗？所以其实是咱爱尊敬遮诶人对无吼？但是为虾米有即个劳动节啦？因为劳动节就讲较早做头家的，足够欺负迄个新劳啦。遐劳保就互人欺负，一日工作12点、13、14点拢会使。所以就讲，迄个劳工就联合起来，因就讲袂使因要求爱8点钟，一日工作上济8点钟，因就为即个目的来游行。所以伫1886年5月7日来举行第一届示威，来推翻即个要求。就成立后，以后每一个国家都用，有人用即日，有人用9月7日。不管是用对日，总是一年内底一定要有一日是互劳工放假，就是为着要工作时间袂使超过8点钟。即个8点钟成做全世界的劳工的标准。是，所以就是讲，其实迄个啥物，美国和加拿大，咱想拢是9月第一礼拜一啦。来剩诶国家吼，就是有拢会敢若即工爱对迄个劳工人，对劳工人尊敬哦，应该嘛毋是安尼对无吼？咱爱表示讲吼，袂使甲因欺负诶安尼吼，咱诶朋友拢来吼，美笑美话，那个迄个年会吼，对。咱有一句话叫做老师有暑假，阮无劳工，咱有暑假，迄袂歹，嘛是对，甘愿做牛，毋惊无地通拖。咱知影即句话来源吼，咱较早逐个人拢饲牛吼，因为做事人较济嘛，伫台湾，所以讲家户户拢有饲牛较济啦。你若做事一定要用牛犁啊，无你要安怎去做，就无法度做啊。饲牛吼是为着要犁远啦，犁田，是要拖车吼。若无就毋免饲啦，若毋是为着安尼饲牛，就像即摆饲牛安尼规条是为着要食伊的肉但是咱较早饲牛毋是，拢是要拖车犁远教世人着爱努力，就是讲爱肯做工啦肯做工，实在做，就是讲所有的埋怨拢无，就讲天无绝人的路啦。讲你若做牛，就是爱拖车；你若做人，甘愿做人，嘛是爱去靠家己爱所有的劳苦，啥物毋免伫遐埋怨。这就是一款的教示所以讲传福音毋惊无所在人传。
你想看觅保罗安怎传福音？伫家学内底，伊嘛是咧传。伫到尾个哲书迄哲学家伫辩论的时，伊嘛是咧传就是咱讲啊，就是咱来看，以弗所书6章6到8节，无得干那伫目睭前殷勤，亲像处互人欢喜的。就是着亲像做基督的奴仆，用实心来行上帝的旨意。就讲你做工课，毋当咧互人欢喜，干那要互你的主人看欢喜，伫遐做假啦，毋是安尼吼。是啊，着亲像做基督的奴仆，是实心来行上帝的旨意。甘心做工，第7节讲甘心做工，亲像甲主做的，毋是甲人做的。你若甲人做，你会怨叹，讲为什么我得爱替你做这？你若甲主做就袂，但是要去因为无论做奴仆还是自由的，逐人所行什么好，要对主来受得等，受得等就讲上帝要报偿你啦，绝对要报偿你，因为受得等就是受得等就是讲，伊要保守你，你所行出来好。你的着磨，上帝要去互你，所以毋免烦恼，毋是讲你白白来做安尼，毋是，甘愿做牛，毋惊无地人拖，意思其实也是安尼啦。就是你做什么代志？是，就是为主做。对，我今仔日较讲一个新认捌的朋友，就甲伊讲，其实以前的时啊，我当来即个学校教册是，我是啥物？就是迄个共帮忙代课的啊吼，你若要做，薪水其实真正做少的吼。但是呢，我会感觉讲，咱就是学一个经验，对无吼？咱有头路通做的欢喜，所以你甘愿做的时，你就袂讲为什么互我遮尔少？安尼吼，若是因为安尼，就是会当学着足侪物件呀吼。对，老师，老师是啥物？灵魂工程师哦。所以毋免放假。对，老师爱继续做苦工吼，爱做囡仔的苦工对无吼？爱服侍囡仔吼，所以咱毋是叫做劳工安尼。所以甘愿做无就迄甘愿做唔甘嘛，因为因拢是共度做。即个吼，我要来讲保罗的一件代志啦吼，因为伊来到雅典的时阵吼。保罗来到雅典的时阵伊当然拢毋捌人啊，无所在人去。拄着有一个做布棚的，迄个做布棚甲保罗共啊，保罗一面传福音，一面伊有人咧做工啦，伊毋是干那咧传福音伊毋是无头路，伊一面是咧做布棚，迄个做布棚的，甲迄个做布棚的基拉、巴基拉两个人拄合咧做。因着合咧做工，所以咱知影保罗是有哪共款甘愿做牛一面做工，一面传福音伊逐个安息日逐个安息日保罗拢伫会堂甲人辩论，苦劝犹太人甲希腊人来信主，伊苦劝因来信主，一面咧辩论，一面咧做接布棚，这是保罗诶。生活伫雅典的生活，当然伊咧讲拢耶稣过来道理的时阵因为咱知影希腊是较早所有的哲学书，哲学书全部拢差不多设伫遐啦。咱有听过叫做柏拉图无？对。柏拉图伊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啊。柏拉图这拢是足有名的哲学家柏拉图呢，佫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啦，所以你看柏拉图啦，就是讲亚里士多德啦，还是讲苏格拉底，这三位伫古早，伫迄个耶稣以前，古早全世界上界有学问的，拢是伫即个所在。哲学上界有学问的，因着伫遐有足侪派，所以伫雅典的时伊足侪派。有一届保罗就互人带去伫迄个哲学家咧辩论的所在，
迄个所在叫做阿绿山，咱来看哦。绿山哦，安尼哦，这就是老师去翕的吼，即个去看到即个你看即个神庙真够看，这足大的呢，这人这是人呢。我本来想讲这是花，想讲这人呢吼，看起来细嘟。这真大，因为我徛伫就是阿绿山的顶悬来翕即个神殿。因即个神殿咱有人讲伊叫做雅典娜啦，雅典娜神殿就是圣女女神啦。雅典娜有无？伊是一个战神所以叫做圣女女神庙，还是讲殿？有人讲是殿，有人讲是庙啦雅典咱用安尼照希腊文来讲，伊迄个音叫做巴特隆巴特隆意思就是圣女的女神，就是雅典娜。所以雅典有无？雅典就是用雅典娜这个名来起因的城市的名。所以希腊首都上较有名的雅典，伫即个所在。所以雅典娜即个，咱就知影讲。这厉害呢吼！听讲这2000几吨啊嘛？对，一直过就是主前500年就已经有啊。所以伊遐尼久啊，佮遮尼大吼，拢无去互安那着吼。所以保罗伫遮传福音的是，即个城就已经伫个保罗是伫即个城下骹吼。保罗徛伫阿绿山中讲雅典人我看恁凡事敬畏神明，暂然热心。因为我伫行以为是看见恁所敬拜的，拄着一座段顶面写讲袂捌的上帝，恁所袂捌来敬拜的，我用伊来甲恁讲。保罗迄个创造世间甲地中万物的上帝，既然是天地的主，无徛去手所做的殿，伊无徛伫神殿啦。即个神殿遮尔大，你是讲哇，即个遐尔大，一定有神伫内面。伊毋免徛伫你去的殿，因为全世界拢是伊做的。伊来介绍，保罗伫遮来介绍，神殿是啥物？毋是上帝大的所在，因为因希腊较早是逐项拢是神啦，石头啊神，树啊神，甲台湾人小可共款大家国家拢差不多安尼。月亮嘛神，日头嘛神，逐位拢是神啦。保罗就甲因介绍，有一个真活的神，伊是死个活，你投靠伊就当得到救，这是上重要的。所以无论伊拢甘愿做牛啊，毋惊无地通拖。伊讲保罗甘愿传福音，就毋惊无所在通传。你看伊传福音，不管伫叨位，伫家也是共款会当传啦。伫个读书咧辩论的时，伊嘛是个会当传。伊互人看无起，讲即个讲什么无路用的话讲无学问的话。因为因拢做过学问啦，因拢想讲因做过学问，因为底下有足侪派就伫遐辩论人生是安怎？人生就是爱快乐啦，有人是安尼主张有人讲人生就是爱要求家己心性，就是讲要刻苦家己成做心性，所以袂使娶某，袂使嫁翁，来刻苦家己成做圣人。佫有一派是讲迄。总是百万款的讲法，那是人要研究人生，研究到最后拢无路用，所以保罗伫即个雅典城是已经决心讲，我要放杀所有的，我拢毋捌别项，我干那要知影耶稣基督就好啊。其他伊拢无爱去讲。本地保罗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伊是一个足有名的教授学生，爱信罗马人。但是伊遮伊讲，我拢总毋捌，我干那要传耶稣基督尔定，所以甘愿做牛，毋惊无地通拖，无论叨位拢会当传落去。是，所以观众朋友敢有感觉家己即份咧做牛？其实那是上牛的就是牛对无但是呢，我感觉我最爱即句就是就是亲像甲主做甘心做甘。
亲像甲主做诶，毋是甲人做诶。真正诶，就是有当时啊，咱咧做工课诶时吼，咱若咧甲主管做诶，为着咱诶头家做诶，要互伊欢喜，还是要互伊互咱较侪钱，还是较侪假，还是对咱较好，迄就会感觉做辛苦诶吼。啊，但是咱若甲主做诶是咱诶头家是上帝吼，所以咱就毋免惊吼，拢袂去互欺负，啊嘛毋免想伤济安尼吼。所以甘愿做无，毋惊无利通拖。老师，我就想着讲吼，其实迄个即文啊，足侪迄个无应该是讲足侪人无头路啊，但是佫足侪工课无人做。老师，你感觉是啥物原因？你安知？大家毋肯做劳工啦。无毋对诶，真正诶哦，即阵诶少年人吼，伊拢讲啊，我伫厝里倒咧就好啊。啊，我啥物爱去做迄工吼，啊，我倒咧嘛是会活吼。啊，所以就是足侪人伊拢无甘愿做无，所以即阵毋是足侪迄啥物，听讲迄麦当劳迄啊，啥物拢收起来，就是袂当伫内底食吼，拢收起来，因为无人要去做即个牛诶工课啦。啊！而且迄个我写神庙有人写神殿，有人写卫城、卫城啦这是雅典的卫城这是个名称的问题。啊，咱知影讲伊用巴特隆其实就是圣女女神，就是雅典啦。所以真欢喜吼，老师即届转来个炸足侪好看诶图片，啊，佮有足侪啥物影片哦。后礼拜可能继续来分享吼，啊嘛真欢喜一个啥物写观众朋友来捧场吼，叫足侪人佮你找适合因诶工课，因为无一个适合诶，拢毋是拢是感觉吼。感觉伤俗吼，还是伤操劳，对无？若甘愿做牛，就无迄个无适合诶。是安尼，真正吼啊，所以希望大家吼未找着头路诶，拢爱来甘愿做牛诶，你会发现上帝互你无共款诶物件吼，无共款诶报答吼，安尼。对，真欢喜，啊嘛真多谢观众朋友，咱后礼拜一下暗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佮做伙来讲台语吼。来咱即个节目是台湾的台南信教会林老师跟泰国的科目基金会做伙联合主持，咱是用伫圣经内面找俗语，用俗语来讲。圣经吼，啊嘛欢迎你甲朋友分享啊！你感觉家己是迄个甘愿做牛诶，家己爱去按赞吼，试一个赞安尼，对，啊，佮你找啥物？佮你找啥物？就真正无对吼。你讲钱少啦，离厝较近啦，钱较济啊，对无？拢爱安尼嘛。所以直接甲爸母讨就好啊。伸手要钱安尼较紧吼，多谢美秋美华安明辉佮观众朋友来听诶人，后礼拜再会，多谢老师。